朕给你2条路选吧：回浙江做个闲差，平平安安过一辈子，永不上战场，朕保你无虞。皇上，这第2条路呢？推行募兵制，但朕要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不要指望内阁，不要指望胡宗宪，更不要指望朕。这条路没有人帮得上你，这叫孤臣之路。臣叩谢圣恩。免了。还请圣上赐招募新兵的期限。加上期限，难上加难呐。现在最难的事情，皇上已经做了，做臣子的万死不辞。给你4个月吧。3个月，3个月足矣。王，奴才在。做大事的人总要有副好身吧。赐他2根高丽参，再去内廷多取点龟苓棘，让他养好身体，多添子嗣。奴才遵旨。谢皇上圣恩。臣告退。爹，汝真走了？夜里便走了，回浙江了。你用不着黑这张脸。汝真是我的弟子，也是我提拔的2省总督。爹，他让你吃瘪，你却给他抹彩，你还说你不是感情用事。你还记得昨夜汝真最后跟你说的那句话吗？哼，虚张声势。他一个外臣，皇上能跟他说什么心里话？你错了。岑岗一战，把咱们万岁爷的信心给打出来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谁能解决东南问题，谁才是内；反之，他将会被冷落疏远。汝真不把那句话转述给你，那是避嫌。皇上对他说：“严阁老那儿，该去还得去。他年纪大了，整天被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灌迷魂汤。朕担心他晚节不保啊。事情在变，人也在变。徐阶他们越来越强大，你爹我是越来越老了，胡宗宪、戚继光他们越来越接近权力中心，而你呀，东楼啊，你做人太狂。爹，要不是我在前面冲锋陷阵，您老能在这儿做个老好人吗？自古以来，为官只需弄清一件事，简单说就是3个字：敌、己、友。你说说看，对咱们父子俩来说，谁是己，谁是敌，谁是友？你又在说教，我不想说，我也不想听。你可以不说，但是你必须听啊。最大的敌人倭寇，其次徐阶、张居正他们那伙人。友，天下虽大，只有胡汝珍一人矣。我们严家门生遍地，
怎么会只有胡汝珍一人？依我看，胡汝珍算有，朝廷文武起码也有40%算及。我严嵩没有朋友，你要记住啊，从前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也永远没有。如果有一天咱们倒了，你相信吗？最先扑上来给咱们加把土的，就是你说的那些个自己人的家伙。他们心里只有权，只有钱。你再看看我们的敌人，你不要小看这帮人，他们是王阳明的门徒，他们风吹不倒，雷劈不碎，他们越来越强大。天下之大，你只看重胡宗宪一人。因为他胡宗宪有情，他要是心中没有师徒之情，早就投到徐阶那边去了。你不争取他，还把他往敌人那边推，你这是自掘坟墓。自古两党相争，生死一线呐。我老了，将来就得靠你一个人来撑这个家了。等那个时候，徐阶还在，张居正正值壮年。你要是没朋友，拿什么来跟他斗啊？兵部的报文不一定件件都让我看，小事你就自己拿主意吧。啊，那戚继光的事算是大事还是小事啊？皇上给戚继光3个月练新兵的期限，若练好了，当然是提拔；若练不好，无疑是下了一道杀头的圣旨啊！此帖上所说，正是选兵之事。你已经替他找到兵源了吗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，浙江这么大，乡因实力不同，民风无理而异。我所能查阅的是嘉靖2年到现在的战报存案。帖上所写，并不是哪些兵能招，而是哪些兵万万不能招。这样，就可以给戚继光多争取些时间呢。速发兵部基地，送去浙江。好。撤！撤！撤！寇简器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当家的吗？他不放心，让我在这儿等着你，一起回军营。对了，妾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皇上同意我改军制了，让我编练新军。真的？妾，那你的愿望可要实现了。是啊。哎，军营里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有当家的在那撑着呢。哎，对了，妾，这次多亏了当家的，是他冒死捉了白鹿。他捉的白鹿？对呀，他听了徐大人的话，冒死抓了白鹿，所以吴步堂才敢在皇上面前进言的。原来是他救的我。
七爷，听明白人一句劝吧，这样的女子可不好找啊。珍惜身边的人，抓住机会啊！这次你能从京城回来，真是万幸了。我能平安回来，还全靠当家的。你要不献上白鹿，我就真的是有去无回了。要谢你得谢徐先生，是他想的这么好的办法。哎，不过这次真是不幸中的万幸，皇上不但赦免了你，而且还让你训练3000精兵，多好啊！是啊，我很快就有3000个弟兄了。对了，这3000个新兵，你打算怎么招？怎么练呢？这招兵的事情嘛，就让我去操心。练兵，我还得靠你。又靠我？当然，这次我会给你一个职务。啊？你以后练兵就名正言顺了嘛。你的意思是要给我封个官当？是官，也不是官。哎，什么官啊？今日以来啊，咱们是3喜临门。这第一喜呢，我们七爷此番进京平安归来。这第二喜啊，皇上已经恩准了我们七爷精练新军，咱们呢又成为更强的精兵了。哎呀，这第三喜嘛，快点啊！我们七爷呀，终于找到当家的啦！哎呀，戚老弟，恭喜恭喜呀！多谢文长兄，我是替步堂大人给你们送贺礼来了。不敢当啊。哎，敢当的，你还必须得当着。你就当这些贺礼是步堂大人让你去招募新兵的盘缠。跟你说啊，这招募新兵的日子可是过一天少一天呐。文长兄，你这个礼送的可真是雪中送炭是吧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时辰快到了，赶紧把喜事办了吧。替我谢谢步堂大人，招募新兵一事，我定当全力以赴。好。良辰吉时已到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
们自己去。能不能帮我做件事啊？请吩咐。那，把我的被子压在你的被子上面。哦。啊，弄好了。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老家的规矩，新婚之夜，谁的被子压在上面，谁就是这个家里头说话算数的，当家的。那不行。啊！得这样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我的得在上面。我的在上面。哼！戚继光。好。弄好了。你的被子压着我的被子。这还差不多。不过，当家的得有个当家的样儿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
我什么都没想。招兵啊！哎，你不提我还不愁呢。哎，嗨，这有什么可愁的呀？徐先生今天不是说了吗？胡部堂给我们的那些贺礼，可以给你做招兵的费用啊。这么大的浙江，3000兵都招不到。有了钱，你还怕招不到兵？哎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地图。有何高见？我觉得应在此地选兵。为何？兵者，勇也。这个地方的人呐，民风彪悍，特别适合征兵。大人，远近新婚燕尔，还心系国事，老夫相当敬佩。大人就别笑话我了。新婚之夜，我和内子聊的都是选兵的事情。那张居正想的都比你透，他信上说，断不可用绍兴兵。那么依老夫看呢，最好全浙江的兵都不要用。大人此话太过武断。我不怕说丧气话。你觉得绍兴兵可以用吗？你觉得浙江的兵练得出来吗？事在人为啊。没用，浙江的兵如果能练得出来，我早就练了。我是劝你到外省选去，皇上已经给了期了。疫区新军未成怎么办？我还得跑去帮你说情去啊。大人，受倭寇袭扰最凶的就是浙江。本地兵不用，用外地兵，天下无此道理啊！再说了，堂堂全浙，岂无勇才？得，我说不过你。你要不听我劝的话，我也懒得跟你费唾沫。那你自个儿找去。末将得令。哎，大人，还有一事啊。末将以为新河城是个妥善的去处，我打算将新军的训练营设在新河。大人意下如何？你是新军统帅，这种旁枝末节的事情，你是来要钱的？修葺新河城需要钱，往后使招新军，钱粮兵器一样都不能少。那朝廷该给你的钱粮，他迟不到。你老是跟我要，我又不是大财主。戚继光谢过大人，之后钱粮诸事就拜托大人了。末将即刻动身，前往新河城。告辞，走。从今往后，这新河城就是我戚家军的大本营了。哎呀，这城倒是不错，怎么一个兵都没有？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能不能让七爷消停几天？我说老胡啊，这要是逾期新军里面一个兵都招不到，以后就没好日子过了。你说你这说什么呢？你们俩是不是皮痒痒了？新婚夫人，真厉害。说实话，我倒觉得你应该先去找一找谭伦。夫人觉得谭子礼会有办法？张太岳、张大人不是给了你一封信吗？替你省去了不少冤枉功夫。但是呢，他毕竟就在京师。谭伦对浙直两省的民风颇为熟悉，你问他呀，准错不了。多谢夫人提点。这。哎呦，我真是服了！啥时候见我七爷这么听话？你懂个屁！这才是大丈夫之风。所以你到现在还耍着光棍呢，好好学着点。你俩别在那嚼舌根子了，咱们进城。撤，进城。
道子李兄也无良策？子李之见，同太岳也。台州本地也无可练之兵啊！不瞒元敬，台州本地可招之兵，尽数在我营中了。这次我是想大发，也大放不起来。偌大一个浙江，3000兵都招不起，难道此番真的要征练客兵吗？元敬，征练新兵之期，虽然还剩1个月期限，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。我劝你还是各地走走看看，说不定这回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也未可知啊。大爷，拿着吧，来，这边还有啊。这边，来，给我，给，别急啊，这还有呢。谢谢，好，哎，拿着，哎。来，吃吧。谢谢。怎么不吃啊？留给爹娘吃。他们在哪儿？找不到了。来，快吃吧。等等，你有什么话，不妨说出来。居月的话未必好听，小姐真的要听？那你不说，我就直接回。将军，来者何人？请问可是戚继光戚将军？正是，敢问尊驾是？小人是唐献之老爷的管家，奉我家老爷之命，特意在此等候戚将军，请戚将军屈尊到舍下一叙。我与唐家素不相识，戚某公务在身，就不劳烦你家大人了。哎，戚将军，小人只是传话，我家老爷说有要事和戚将军谈，这是原话。恭敬不如从命，前面带路吧。哎，好，请。官人，您这是宴请的何人呢？为何不告诉我？是一位英雄，夫人请安坐，这便来了。戚将军到。
戚将军，久仰大名，在下台州唐献之，幸会。此位内子，沈氏戴云。唐夫人，戚将军好。戚将军的威名传遍了浙江，洪若惊雷。今天你与我家老爷要谈大事，奴家身体有些不适，就不陪了，还请见谅。啊，无妨。唐夫人，请便。戚将军，请。堂兄，这是？我敬你。戚继光来台州是为了公务，故不能饮酒。唐某自弱冠以来滴酒不沾，今日也是头一回。这杯酒不是我敬戚将军的，而是替台州的乡亲、江浙的百姓敬您的。我先干为敬。那这酒得喝。其实你我都是为了老百姓，你经商，我打仗。唯一不同的，我是领朝廷俸禄，你是散自家钱财，以济苍生。这一点我不如堂兄。这第二杯酒，我敬你。先干为敬。唐某有一言，待戚将军听完之后，再决定喝不喝这第三杯。请讲。得知您正在为征新兵之事发愁，不知兵源征到与否？戚某惭愧，还未征到。唐某知道，朝廷给你的时限只剩下1个月，逾期不恭，则有杀身之祸。唐家4代从商，到在下这一代，已不负祖辈之兴荣。在下云游四方，尤其是江浙一带，义乌民风彪悍，枪林齐心。您可去义乌一探，说不定可解将军燃眉之急。啊，是。在下此言虽有风险，若义乌征兵不妥，你定无他日再寻良策。可是，你我交浅言深，但却心系国家。戚将军，堂兄，你也太看轻戚某了。君子之交，何须做寻常论？既得堂兄所见，我即刻前往金华义乌，选征新军。戚将军，顺遂。多谢。告辞。这3拨人都在催。徽商的那批500匹丝绸，台州府衙预购的粮草，还有各地官员的月俸银子，这账房腾不出这么多钱，该如何处置啊？依夫人所见呢？依我看呢，徽商那边的丝绸可以缓一缓，官员们的那点意思还是得给的。至于谭大人预购的那批粮草，官人，你能否写封信问问作何用处？谭大人就不必问了，他是父母官，不想让我这个商人掏钱替他救老百姓。如果他要买的话，就按最低价给他，总还是给百姓的粮草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吩咐账房。戚继光，相见恨晚。有句话官人别不爱听，他是大人物，咱是老百姓，2条道上跑的车，还是各安其命为好。夫人教训的是，记住了。我说袁将，
这一个商人随便说2句，你还真信呢？你可想好了，如果这次跑空了，是要掉脑袋的。反正我是无所谓，我不过是为你着想。